掃走血管垃圾，搞掂三高，話咁易。血管老化可引致三高超標。37係中醫處理三高嘅常用藥，37含通血管成分皂苷，可以針對血黏結同埋血管老化嘅問題，掃走血管垃圾，預防三高超標。聽講你食咗37都2年嘞喎。2年前呢，我睇中醫，佢話我個肚腩大喎，佢建議我食37嚟預防三高。我相信樂道37呢有初步臨床，所以我就日日食2粒，年呢就 keep 住驗身，三高呢一啲都冇超標喎。自己都估唔到啊！身形細粒，竟然有三高啊！咁我梗係唔想食西藥啦。咁有中醫朋友咧就介紹我食37，我信樂道37有初步臨床，食咗一段時間再去驗身呢，三高再冇詐戒。樂道37獲初步臨床證實，掃走血管垃圾，快啲嚟各大連鎖店買啦！我哋信樂道37，擊退三高超標。